我今日將會介紹毒品的禍害同埋壞處。我哋將會一一介紹毒品嘅禍害。我哋一齊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做晒呢3樣嘢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啦。前面啲位先生就係吸食咗大麻之後嘅樣貌。吸食過量嘅話，就好似佢咁，可能會死亡或者暈倒，緊急需要 call 白車，可能就會嘔血等等情況，因此就會出現僵屍症，可能仲會變蠢，可能仲會掉嘢，甚至等等嚴重情況。冷靜一啲，冷靜一啲，冷靜一啲，冷靜一啲。但係吸食大約500毫克嘅毒品之後，就會好似佢咁樣不省人事。我哋將會喺一個清晰嘅地方話俾大家聽毒品嘅禍害。我哋開始啦！Action！ 點啊你？影咩啊？大家影咗之後會死啊！我搞不嘅，你識做咩啊？毒品係好好噶，知唔知啊？知唔知啊？大家呢個就係吸食毒品之後嘅情況，大家請留意啦！死咗！大家你好，這就是吸食毒品之後嘅禍害，請大家敬請留意。操你媽的！冷靜一啲，吸食毒品的小朋友。黃洋，冷靜一啲。黃洋，冷靜一啲。你行啊！快啲離開！Coming baby， 唔好掉嘢啦，唔好掉嘢啦，大佬。小紅帽飛啊！呢個就是大麻精神病嘅小牙。我哋請呢位曾經吸食過毒品之後戒毒嘅小朋友，我哋一齊聽下佢嘅分享啦。唔好掉嘢啦，大佬。大家，我哋聽下佢嘅分享啦。Action！ 係佢唔想分享，但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毒品係好危險嘅事，因此大家要記住唔好吸食啊！